有一樣嘢就係、你必須要長期做嘅。係啦。咁我想問多少少，你預計係要幾時做？我聽你咁講咧，大概做幾日？係啦，我聽你咁講，即係聽你所講嘅地方，一定得啊，冇問題啊，一定得啊，好肯定。係啦，好，但係做嘅時間要安排，因為咧可能要買到28號之後先出啊。即係你唔好諗住聽日價錢啱就即刻嚟啊！係啦，咁你等一等啊，我翻低先。李先生，唔係，我而家掹低埋㗎喎，你等一等啊。明天夜晚7點半，係準確地址唔該。屯門錦華花園。